这是龙国最后一次进攻机会。孙太阳一脚长传找到了狂奔的叶晨。加油！进了，打进了！叶晨在线蛟龙绕柱，率领龙国以2比1击败德国队，拿下世界杯冠军！冠军！我们是冠军！我们龙国是世界杯冠军！孙太阳、李铁角，这是世界杯！上天待我不薄，竟让我重生到02年世界杯刚开赛。上一世，国足在世界杯上从未进一球，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改写这个屈辱的历史。检测到宿主不屈意志，功夫足球系统绑定。系统漂亮，有了系统，这一世我绝对可以带领国足走得更远。功夫足球系统可让宿主掌握龙国顶尖功夫，新手大礼包发放，请宿主开始抽取功夫。恭喜宿主抽中大力金刚脚！大力金刚脚可让宿主拥有世界最强壮的下肢。运转大力金刚脚，宿主可踢爆足球，射穿球网。踢爆足球，射穿球网！我靠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如果这是真的，我叶晨现在是世界最强重炮手，没有之一。宿主每在世界杯进球1次，便可以获得1次兑换功夫机会，请宿主多多努力，多在世界杯上进球哦！我操，不是随机抽取，而是直接兑换，那我不是无敌了？教练，换我上场，看我射爆哥斯达黎加！压上去，给老子压上去！李铁角，你丫的不回家就把球传给孙太阳！教练，换我上去，我能射爆他们！滚，叶晨，给我滚去替补席好好看着，别他妈的在这给我添乱！教练，哥斯达黎加队现在压着我们打，就因为我们缺一个顶级重炮手。教练，我现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重炮手，换我上场，我能率队拿下胜利。你世界顶尖重炮手？哈哈哈哈！叶晨，你一个勉强进入国家队的晕水机球员，还顶级重炮手？我看你是顶级啦啦队差不多。主教，把叶晨给我轰走！主教练根本不相信我这个饮水机球员，我必须得想办法上场，不然历史重演，龙国足球队将会被钉在耻辱柱上几10年。恶意伤人裁判，索里斯恶意伤人，必须红牌罚下。什么狗屁裁判，恶意伤人才给黄牌，黑哨，这绝对是黑哨。正常情况下，教练绝对不会让我上，但现在孙太阳被对手铲伤。教练，孙大哥伤了，换我上场吧。就是你，滚，快给我滚！教练，让我上场把对面主力铲废，给孙大哥报仇。好小子，有种你上，给我把对面主力废了！教练，相信我。孙大哥，看我给你报仇！龙国是没人了吗？居然派上一个小屁孩！小屁孩，你断奶了吗？龙国娃娃，快跪下去，不然铲断你的腿！听说龙国人都会功夫。索利斯，让他见识下你的厉害。索利斯下手狠点，直接废了他的职业生涯。索利斯是吧？爷爷，我今天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叫叶晨。叶晨，你负责防守和传球，接到球之后立刻传给队友，千万不要带球和射门。我靠，我可是世界顶级重炮手，队长居然不让我射门，这不是浪费天赋吗？算了，谁让我是一个饮水机球员了，只能先佯装答应。队长放心，防守是我的强项。这是你第一次踢世界杯，千万别紧张，别失误。说的好像你不是第一次踢世界杯一样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我绝对会珍惜这次机会的。把球给我，把这个该死的球传给我。登场快20分钟，没碰到一次球，根本没人给我传球。妈的，再这样下去绝对输，我必须找机会去射门。还不给我传球！妈的，拼了，抢李铁角的球！
叶晨，你干什么？回你的位置！叶晨，你他妈的疯了！将球传给我，滚回你边路！现在我距离球门50多米，作为世界最顶级的重炮手，我有把握将球踢进。叶晨，你疯了吗？你不想打职业了吗？我是无足轻重的替补球员，一旦下场之后绝没有任何上场机会。这或许是我此生唯一一次世界杯射门，我必须赌上我的职业生涯。给我破！射门，翻场射门！叶晨，你要毁掉国足吗？给老子滚下来！叶晨他疯了吗？他竟然放弃了自己的边路，来中路铲自己人的球，还要在中场射门！去！叶晨就是国足队伍中的蛆，我要求立刻将叶晨换下，永久雪盘！不是，叶晨这个畜生，他一个边路去中路抢球就算了，还半场射门，他以为他是超级重炮手卡洛斯吗？日内瓦，国足打的是个球啊！退钱，给老子退钱！叶晨滚下来！Oh my god！ 这一脚力量太恐怖了！龙国还有这样的球员！篮下，快篮下这个该死的世界波！法克，这球速度太恐怖！进了！上帝，这球怎么可能进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进了！进球了！我们进球了！50米呀！50米的射门，超级世界波！他竟然射进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好样的，不愧是我最看重的人！我操，进了！叶晨牛逼！叶晨跪了！叶晨太猛了！超级世界波！哈哈哈哈！我们龙国队这次要拿世界杯冠军！我操，掉炸！这球都进了！叶晨太猛了！哈哈哈！我们在世界杯进球了！我们龙国是足球强国！超级重打手！我们龙国也有超级重打手！帅啊！太帅了！这一脚简直是千万飞仙！叶晨狠狠的踢，给我把50巴西踢爆！我操，猛啊！叶城太猛了，你小子深藏不露啊！真是疯子，叶城，就算你这就蒙进去了，下次也不能乱来啊，得听主教练的战术。厉害啊，叶城！人家都说我是龙国重炮手，没想到你才是，你这一脚一点都不输给卡洛斯。恭喜宿主完成一次射门，获得一次兑换功夫的机会，请问宿主是否兑换功夫？来了，赌上职业生涯的射门奖励来了！现在我拥有全世界最强的脚力，是不折扣的重炮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随便射门。兑换功夫这事先不急，接下来看看哥斯达黎加会如何针对我，我好随机应变的去兑换功夫。比赛还没结束，大家都给我传球，让我来射门。好，叶晨，接下来你主攻。哈哈哈，我要好好的领会一下顶尖重炮手的魅力。哼！该死的龙国队竟然还藏着一个重炮手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边锋和中路的人给我锁死3号，绝不能让他接到球。是，主教练。龙国只有2个球员有射门能力，孙太阳被伤了，只剩下3号。记住了，给我盯死他！一个人不行就2个人，2个人不行就3个人。世界杯无弱远，我才射进1个球，哥斯达黎加队就开始针对我，3人围堵不让我接球。老子堂堂世界顶级重炮手，空有一身射门本领，竟然没有射门的机会。你们不会以为3个人围堵老子就能阻挡老子接球吧？深蓝，给我加点！哥斯达黎加主教练不简单，一眼就能看出我不擅长带球，只擅长射门。他宁愿放空其他人，也要锁定我。但我成长的速度可是远超你的认知。系统奖励就是用来见招拆招的，你想用3个人锁住我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是否确定兑换凌波微步？兑换凌波微步可让宿主拥有世界最协调的四肢、最强的神经反应。运转凌波微步，宿主可摆脱所有人的纠缠和防守。世界最协调的四肢和最顶级的神经反应，哈哈哈哈！掌握凌波微步，就凭你们这3个垃圾也能锁我？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比人与狗还大！滚下去吧，秦长虫，你碰不到球的！别和他废话，继续执行战术，锁死他！马队长，给我传球，给我传球！传不了，完全传不了，所有路线被锁死。听我的，给我传！不行啊，这球传过去必会被断。传，高传球，信我！胡闹！马队长在干什么？这球怎么能给叶晨传？叶晨不过是进1个球，真把自己当巨星了。裁判，
我申请暂停，换下叶晨。这球不能给叶晨传啊！哎呀，坏了，这下坏了！叶晨身边3个人，马队长这么鲁莽传球，绝对会什么？叶晨他竟然！知道什么叫游龙吗？3个人就想阻拦我接球，想屁吃！我的发，上帝！你们谁看见他的动作了？该死，他刚刚一瞬间爆发太恐怖了，速度太快了！铲他，快铲他！别让他射门！别让他射门！Unbelievable！ 我完全没想到叶晨竟然有如此恐怖的爆发力和敏锐性，他甩开了3人包夹，接到了马队长的传球，要射门了！叶晨单脚勾球，凌空抽射！破门了！破门了！超级重炮手叶晨一脚抽射，再次完成射门，梅开2度。谁都没想到，叶晨在3人包夹下凭球凌空抽射。就这，进了，进了！叶晨他又打进了，这球太漂亮了，凌空抽射，我仿佛都听到了音爆的声音。这小子，哈哈哈哈，干得漂亮！等会儿暂停，把叶晨换下。换下，教练，叶晨连进2球，状态火热，你把他换下。对，就因为他进了2个球，才把他换下。教练，我不明白。你自己看。臭长虫，你真是在找死！索利斯，老子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居然还敢主动贴上来！臭长虫，今天是你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，哼！今天是你的忌日！臭长虫，我要铲废你！铲废我？来来来，看看咱俩谁铲废谁！跟我比阴招，我叶晨还没怕过谁！我要兑换功夫，每进1球换1门功夫，这样成长起来，世界杯总决赛我一人可对抗5星巴西队。是否确定兑换铁布衫？兑换！恭喜宿主兑换铁布衫。铁布衫可让宿主拥有顶级抗造肉体。运转铁布衫，宿主全身坚硬如铁，能规避一切运动伤。运动伤病猛如虎，在世界杯上恶人比比皆是，但有了铁布衫，所有伤病将离我远去。孙太阳就是被他故意铲伤的，接下来我得找个机会铲伤这货，为孙太阳报仇。龙国队换人，5号范志换下3号叶晨。主教练把我换下。教练，我状态这么好，为什么换我下来？孙太阳是怎么伤的？被铲伤的。怎么，教练，你觉得他们接下来会铲我？我们队算得上世界杯的球员只有2个，一个是孙太阳，另外一个就是你。你现在留在场上，他们绝对会下黑手毁了你。对我下黑手，他敢一脚铲过来，我保证他腿必断。别意气用事，比赛不到30分钟了，2比0的分数已经锁定胜局了。确定个屁！龙国队现在就靠我撑着，没了我会被瞬间打平，你信不信？放屁！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重了，龙国队没那么弱。你太看得起国足了。叶晨，你要相信自己的队友，他们比你想象的强太多。你会后悔的。怎么防守的？怎么又被哥斯达黎加队给踢进了？短短20分钟，哥斯达黎加队连进2球，将比分扳平了。我们缺少一个主攻手，我真看不懂米龙教练为什么将叶晨给换下。换上叶晨啊，没了叶晨的国足任人宰割。米卢教练别犯傻，比赛还有几分钟，把叶晨换上，我们还有微弱的赢球机会。快看，叶晨站起来了，他要上场了吗？我说了，
国足就靠我撑着，你为什么不信？20分钟被对面连进2个球，马队长、洋片炮、李铁脚，你们都是饭桶吗？教练，这也不怪我。你给我闭嘴，滚下来！叶晨，你换李健脚上。我说过你会后悔的。这一场比赛若是输了，你帅位难保。是我执教有问题，回国后对我怎么都行，但现在还请你原谅我。现在能完全信任我吗？我相信你。剩下的时间交给我，我带你们拿下胜利。臭长虫，哈哈，你是来找死吗？这是什么眼神？我竟然被他吓到了。法克，把球传我，我来结束比赛。该死，又被甩开了！我不能让他接球，必须铲飞他。敢踩我，我不但要让你送我一个点球，还要废掉你。足球和你说再见了，长虫。索利斯，足球和你说再见了。马里奥·索里斯背后踩人，黄牌警告，叶晨任意球。我说了，我会帮孙太阳报仇的。马里奥·索雷斯背后铲球，叶晨获得一次任意球机会。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2分钟了，能否拿下比赛，就看叶晨这一进攻了。今天的叶晨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了，他能将这个惊喜延续下去吗？最后一球，叶晨一定要拿下，帮助我们龙国拿下世界杯的第1场胜利啊叶晨揍死他们，罚他们！龙国队无敌，龙国队必胜！行了！叶晨一记圆月弯刀，帮助龙国队以3-2拿下第1场世界杯的胜利，太惊险了！没想到最后20分钟，哥斯达黎加队连进2球扳平比分。是啊，还好我们有叶晨，最后时刻力挽狂澜，一记绝对弧度的圆月弯刀带走胜利。叶晨简直就是天神下凡！这一场比赛他连进3球，震惊全世界！叶晨他天神下凡，一锤11。来，让我们欣赏一下叶晨的3次进球，给我破！2002是让所有球迷惊喜的一年，我们不但进入世界杯，还赢下了第1场比赛的胜利。我相信，我们龙国以后绝对是世界杯的常客。2002年只是开端，对，今年只是开端，我们龙国足球会越来越强的。畅想一下，10年后，甚至20年后，我们可以拿下1次世界杯冠军，绝对会的！拿下！拿下！拿下！小组哥斯达黎加不可以！出现！我们绝对可以小组第1出现！想屁吃呢！我们跟5星巴西一个小组，应该是小组第2出现。小组第2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赛是谁？巴西！拥有5个世界顶尖球员的巴西，我靠！希望别输得太惨。这食堂怎么一股小家子气，咸菜都能算正菜了？我们毕竟在汉城，棒槌没给我们吃西瓜皮、玉米棒都算好了的。看着这些咸菜，我都没胃口，凑合吃得了。那边有肉，我们多吃点肉，补充体力。洋鞭炮，你少拿2块肉啊，要不然会被大喇叭批评的。拿2块肉还大喇叭批评？小国是这样的。哟西，哪儿来的孩子？没长眼吗？鬼子！
八哥，谁把指南柱放进来了？妈的！找死那鬼子！叶晨，别冲动，让我揍死这鬼子！场下斗殴直接禁赛，叶晨你冷静点儿。八个压路，弄国队叶配进世界杯，快滚回家吧！这地方不是你们该来的。滚！别让我们在下一轮遇见你们，不然我弄死你们！下一轮遇到我们？哟西，你们龙国马上就滚蛋了，没有下一轮。龙国都是懦夫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下一轮对岛国，我必屠杀。马队长，吃过饭去看看孙太阳，看他伤势如何。希望孙太阳伤势不严重，他若是还能继续上场，我们龙国队就有2个世界级球员，晋级下一轮的希望很大。有我在，晋级下一轮绝对没什么问题。龙国所在的 C 组虽号称死亡之组，但只有5星巴西目前是不可战胜的。只要我不断的进球，出线并非难事。哈哈哈，叶晨，接下来的比赛可就看你了。还好叶晨横空出世，若不然国足世界杯进球都是问题。阿西吧，岛国球员太不要脸了，竟然把西瓜抢完了。八嘎，泡菜国就是穷酸，连西瓜供应不起。西边岛国，把西瓜交出来，不然中国出世界杯。八嘎呀喽！小鬼子和小棒球能因为西瓜打起来了。2个弹丸小国，平日里吃不起西瓜的。马队长，走，去看孙太阳。主教练，孙太阳的伤势如何？不容乐观。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，接下来的比赛我上不了场了。狗日的哥斯达黎加队下手真狠！我要兑换功夫。世界杯不能没有孙太阳，我必须尽早治好他。是否确定兑换断续金盔手？兑换！恭喜宿主兑换断续金盔手。断续金盔手可接筋续骨，治疗筋骨伤势。运转断续金盔手能加速伤势的恢复。孙太阳是世界级球员，他值得我兑换断续金盔手。孙太阳，我以前学过筋骨按摩，我来帮你按摩按摩，能加快你的伤势恢复。这边有医生科学治疗，你别乱碰孙太阳。叶晨，别胡闹，快去训练。主教练，信我。我脚踝暖洋洋的，疼痛感都轻不少，舒服就好。我这几天多给你按摩，说不准踢鬼子的时候你就能上场了。要是真能上场，看我不踢死鬼子！距离踢鬼子足足有10天时间，足够我治好孙太阳了。这就是前世世界杯总冠军5星巴西吗？外星人罗纳尔多，超级重炮手卡洛斯，瓦刀里瓦比尔，小罗罗纳尔迪西奥，永动机卡佛。龙国只有孙太阳一个勉强算世界级的球员，而巴西一抓大把。号称历史最强队伍5星巴西，我能带领龙国队击败他们吗？草！5星巴西又如何？全是世界级球星又如何？我习得大力金刚腿，凌波微步，铁布衫，我怕个软子！生死不服就干！来自龙国的年轻人，你现在知道谁才是世界第1重炮手了吧？我打进了1个球，而你1个球都没有。超级重炮手，有且只有我一个。卡洛斯，你在我面前还不够格！不好，这球传大了！法克又被甩开了，卡波，快帮我补防！哈哈哈哈！龙国队连传球都不会，这球传大了，是我的了！龙国小子想守门，做梦去吧！
龙国小子，有我在，你今天别想进球！天哪，叶晨会功夫吗？天哪，叶晨会功夫吗？他和卡佛对铲后，一个鲤鱼打小起身后，迅速衔接倒挂金钩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没想到叶晨在现实中竟然用出了倒挂金钩，就下啦！这球被拦下了，可惜。好的球团，进了，球进了，进了，打进了！龙国必胜，龙国必胜！纳斯叶晨太猛了！直视我，谁才是世界第一重脆手？拼尽全力，依旧不敌巴西，这就是5星巴西的实力吗？前世龙国被巴西踢了一个4比0，分差为4，这一世比分3比1，分差为2，只要下一场赢下土耳其，晋级不是问题。叶晨，你现在非常棒了，你现在是世界级球员。主教练，不应该是世界级球星吗？怎么是世界级球员 ？No， 叶晨，你是世界级球员，但距离世界级球星还差得远。今天你先休息一天，明天我对你进行单独的特训。哈哈，叶晨，主教练的话你别当真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世界级球星。哼，我觉得主教练说的没错，你最多是一个世界级球员，不是什么球星。2场比赛我进4个球，龙国队所有的球都是我踢进的。放眼整个世界杯，我的进球都是遥遥领先的吧？所以我说了，你在我心里是球星，世界级球星，超级巨星。叶晨，我看你是膨胀了。闭嘴！李铁脚，你给我闭上你的嘴巴！叶晨不是你能说的。球星和球员只是一字之差，但身份地位可差得远。这倒不是我飘了或者膨胀，而是球星决定着球队的地位和战术地位。我需要球队顶级超巨的待遇。需要战术围绕着我来。孙哥，你这恢复能力相当不错啊！再过2天你就能上场比赛了。就盼着上场呢。龙国队的压力不能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，我上场后能帮你分担压力。我们太缺另外一个主攻手了，有你在，我们2个人搭档能打双后卫战术，真是期待我们2人连番轰炸小鬼子的画面。叶晨，在下一场比赛之前，我要对你进行特训。你的带球能力是最大的弱点，我要尽快的提升你的带球能力。队长进攻，在前线加到5米2道。教练，我不认同你的观点。我觉得当前首要任务是为我量身打造一套战术，击败下一个对手土耳其，晋级16强。量身定制战术？胡闹！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教练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特训叶晨和给叶晨量身打造战术，我们同步进行。根基不稳，谈什么战术都是虚的。叶晨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进了几个球就天下无敌了？我不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我对自己有着很清晰的认知，我的带球能力绝对不差，就算比不上世界超级巨星，但也能吊打99%的球员了。放屁！我看你就是飘了。能走到今天，全靠我自己。深蓝，给我加点！我要兑换功夫，在兑换功夫之前，你说我带球弱，我不挑你的理，但之后谁敢说我带球弱？是否确定兑换沾衣18点？兑换。恭喜宿主兑换沾衣18点。盘、带、勾、篮、年习得沾衣18点，能让宿主成为世界上带球最强的球员。运转沾衣18点后，宿主将会和足球如为一体，足球将会成为宿主身体的一部分。教练，你为什么一直不相信我呢？我说了，我不需要有特训带球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懂足球。
叶晨，你还有这一手？好家伙，比赛上就没见你怎么带球，没想到你还藏着一手带球呢。哗众取宠，是个职业球员，都有这一手颠球，这种级别的颠球谁都过不了。哗众取宠，来，马队长、杨鞭炮，你们上来防守我。走，去球场上，我倒要看看你带球能力如何。叶晨真是小丑，一个不会带球的球员，敢让我们3个人一起防守。拿出你们的全部实力来，别放狗屁了，你连我都过不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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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就是人球合一的感觉吗？马队长，别放水，太明显了！放水？你怕是对我能力一无所知。他就这么过了3人？我过你们就像老奶奶过清晨马路一样简单。万万没想到，同时运转战衣18点和凌波微步，我过人能力居然这么强，怕是外星人罗纳尔多都比不上我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了，我是天才，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你的盘带简直能和罗纳尔多比肩。叶晨，我有时候都怀疑你还是不是人。叶晨，你该不会是外星人吧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这么强？李铁角，憋着你心里的火气，世界杯上你敢心术不正，我不介意毁掉你。李铁角这家伙心术不正，未来因贪腐问题进局子了，防一手这家伙。我能有什么火？你最好老实点。叶晨，接下来我将为你量身打造战术，力求将你的能力发挥到最大。叶晨，你最强的点在于射门，你的射门威胁非常大，所以龙国队改打4-4-2战术。4-4-2战术，主教练，我觉得这个战术不妥。4-4-2战术攻守平衡，无论是菱形中场还是蝶形中场，都需要强力的前后腰，而我们的前后腰……那你的意思是4-2-3-1战术？什么4-2-3-1战术？不行，绝对不能打4-2-3-1战术，4-4-2战术才是最稳妥的。主教练，相信我，4-2-3-1战术才是最适合我的。4-4-2战术攻守均衡，很难发挥出我的个人能力，而4-2-3-1战术这种强攻战术最适合我，只要把我从边锋位置移动到中场核心位置。不是我看不起在场的众人，但事实上，龙国队所有人的实力都和我差距甚大，只有4-2-3-1才能发挥我的最强实力。我保证执行4-2-3-1战术，我能率队晋级16强。叶晨，你简直在胡闹！叶晨，你现在连主教练的话都不听了。叶晨，你可知4-2-3-1战术最致命的一点在哪里？自然知道，4-2-3-1战术需要一个绝对核心和2个顶级后卫。目前龙国队内也就孙太阳算得上顶级后卫，杨偏炮勉勉强强能打后卫。孙太阳伤了，你还执意要打4-2-3-1战术吗？打，必须打！将范老队长提到孙太阳的位置，等孙太阳复出了，孙太阳加杨片炮打后卫，我打中场，这配置5星巴西都能掰手腕。胡闹，太胡闹了！孙太阳伤势那么重，怎么可能复出？谁说孙太阳伤势很重？他下一轮比赛绝对可以复出。哟，孙哥，看样子你这恢复的不错啊。还不错，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，就是还不太敢发力。来，孙哥，让我再给你按摩按摩，感觉你这下一轮比赛能复出了。好了，真是感谢你，叶晨。自己兄弟说什么感谢？孙哥，赶紧复出，还等着你成为我的左臂右棒呢。那必须的。对了，叶晨，下一场对土耳其有信心吗？出线不是问题，信我。接下来一场比赛极其重要，直接决定我们能否出线。而这个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教练，
这个人交给我，我会将其完全锁死的。完全锁死？哦，上帝啊，你是多么的自信，竟然敢说彻底锁死世界顶级重炮手！教练，还有我和布伦特两人组成铁血锋线，绝对可以锁住他的。锁死 ？No No No， 你们根本锁不死这个家伙的。主教练，难道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针对他了？教练，如果锁不死他，我会锁喉他，送他去见上帝。针对叶晨很难，他是世界顶级重炮手，爆发力和灵敏度都是世界顶级水平。但我们为什么要针对叶晨？叶晨根本没有盘带能力。我们针对龙国其他球员，逼他们传球失误就行。所有人一上场就全场紧逼龙国队，给他们上强度。我们一定要拿下龙国，晋级下一轮。我为绝对核心，主打4-2-3-1战术，洋鞭炮和马队长双后卫为次核心，我们绝对可以拿下土耳其。前世土耳其是世界杯季军，实力强大，如果没有战术，国足根本不是对手。主教练，你觉得如何？外界所有人都认为叶晨没有盘带能力，我们借助这个信息差，设计个小战术，打土耳其措不手不及。主教练，什么小战术？用场盘带。哦，上帝！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叶晨不在边路？中场，叶晨怎么去中场了 ？OMG 们的布伦特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阿西克，别慌，按照战术锁死龙国队其他的球员。叶晨没盘带能力，龙国队拿什么赢我们？好，让龙国人看看什么叫硬实力差距。准备执行战术。哈哈哈！叶晨，看你的了！干死土耳其！出线必须是我们！叶晨从边锋提到中场了。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开始了，这一场比赛直接决定谁能出线。好，马队长开球，传球给洋鞭炮。洋鞭炮什么情况？怎么又将球回传给马队长了？龙国队真是小丑，开球不进攻，居然朝自家球门带球，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废物吗？不好，叶晨要射门，没射门，要单人盘带，哈哈哈。叶晨，你有盘带能力吗？哈哈哈，笑死人了！叶晨当他在踢小学生吧，我赌他不到3秒就被断球。进球了！我操！我了个大操！比赛开始还不到2分钟，叶晨就进球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叶晨单带连过6人，射门打进。我妈妈问文图跪着看比赛，叶晨什么时候还有这么强的单带？真的给跪了！世界纪录，绝对的世界纪录，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被叶晨打破。龙国队无敌，尿打土耳其，晋级16强。进了。比赛开始不到2分钟就进球了。叶晨不是没有任何盘带能力吗？他怎么能连过6人？太恐怖了！这个来自东方的少年太恐怖了！以他目前的表现，他绝对是世界顶级超巨。不，教练，我觉得他是世界足坛第1人。对，他是世界足坛第1人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上一场比赛他还不会盘带，这一场比赛他竟能连过6人。可要，叶晨绝对可要了！举报！必须向国际足联举报！叶晨尿检绝对有问题！围剿！给我围剿叶晨！4个人围剿叶晨，必须拦住叶晨。4人围剿我，真是天真。我掌握诸多功夫，4个人就想锁死我。况且我还有一次兑换功夫的机会，能补齐我的进攻最后一点短板。我要兑换功夫，大力金刚腿让我成为世界顶级重炮手，凌波微步赋予我顶级摆脱能力，铁布衣拉满我的抗打击和伤病，沾衣18垫更是让我人球合一。现在我要弥补我进攻的最后一点弱点。是否确定兑换罗汉顶晶？兑换！恭喜宿主兑换罗汉顶晶。罗汉顶晶可让宿主头部坚硬如钢，万物不伤。运转罗汉顶晶后，宿主可将全身的气力运转到头部，头部可爆发出万斤之力。最后一个进攻弱点，补齐。我当今足坛第1人，谁能挡我？
这就是前世季军队伍吗？但凡我下场休息，对面立刻起势。防守，防守！只要防下来，最后10分钟我们就晋级了。防守？不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战术8，投球战术。叶晨还要进攻，这小子，主教练要防守，你要敢进攻。好，好，好！这家伙居然违逆主教练的话。马队长，别给他传球，打防守。防守，防守啊！别进攻！好，这球我的，传大了。为什么不防守？打什么进攻？比分领先，给我防守啊！进了！进了！4比2！哈哈哈哈！叶晨，你是足坛第一人！晋级了，我们晋级16强了！16强，我们16强了！叶晨头球射门，再进1球，龙国4比2土耳其，独中4元，叶晨牛皮，龙国队无敌！晋级！我们来了！叶晨，第一人，足坛第一人！国足最强！冲！国足给我冲！冠军是我们的！我们是冠军！我们是世界杯冠军！比赛还差1分钟结束，4比2，你们没机会了。哦，我想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，神，上帝，我不是来抢球的，我是来找你要签名的。签名？叶晨，你简直太强大了，我向你臣服。你能在我球衣上签名吗？上帝今天降临比赛了，叶晨，你就是上帝。神，上帝，我把他们打服了？当然可以，你们也是强大的对手。感谢上帝，祝你们龙国能走得更远。输给上帝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下一轮的对手是小鬼子，岛国队实力不菲，我们要做好完全的准备。小鬼子，弄的就是小鬼子。兄弟们，做好弄死他们的准备了吗？5天后，小鬼子的忌日。我伤势恢复差不多了，教练，5天后我要出战。好，5天后，给我狠狠的扑杀小日子！哟西，这就是侥幸晋级的龙国队球员吗？好狗不挡道。滚开！八嘎！我大日帝国的超级球星和你说话，你不跪着就算了，还敢羞辱我大日帝国超级球星！我星星你星星小鬼子，老子早想砍死你们了！八嘎！一群东亚病夫也敢对大日代国不敬！没必要把判罚浪费在这里，球场上给我废了他们！懦夫，真是懦夫！就你们这群懦夫，还想在球场上废掉我们？我看是我们大日帝国球员废掉你们才对。叶晨让开，我真忍不了，想要弄死他们了。憋着这口气，比赛上给我下死手。高校，下一场比赛你首发。教练，我首发。高晓，你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找到机会就给我废了小鬼子球员。叶哥，这是不是没竞技精神？竞技精神？你不废鬼子，鬼子就废我们。和鬼子踢，别说什么竞技精神，给我往死里干！我懂了，放心吧，主教练，叶哥，小鬼子不死也得脱皮。孙哥，你伤势已全部愈合了，你自己感觉如何？完全愈合了，能复出了，能干鬼子了！哈哈哈！走，去球场试一试。爽，太爽了！我感觉自己现在强得厉害。孙哥，真是期待和你并肩作战啊！下一场比赛踢鬼子，咱俩必须轰死鬼子，必须的！小鬼子死定了！
期待已久的16强终于来了！这是一场亚洲内战，究竟是我们龙国更胜一筹，还是小日子更强一些？国足会不会继续创造奇迹，晋级世界8强，甚至冲击世界4强？不知道在米洛教练带领下，在黑马叶晨的带领下，国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国足今天的表现。来，让我们看国足今天的首发球员。哦，国足换阵了，孙太阳复出归来，替补高晓提到了首发位置。孙太阳竟复出了，我还以为他世界杯报销了。有了孙太阳，我相信国足会走得更远。孙太阳和叶晨搭配，真是让人期待两人的表现。大日帝国球员，帝国现在需要你们！游戏，今天是展现我大日帝国威武的日子！大日帝国英魂啊！今天你们降临在我们勇猛的战士身上，像100年前屠杀龙国一样，屠杀他们！妈的，这群狗日的跳阿波舞！叶哥，那个为首的交给我，我今天不废了他，我就不姓高！把我们兄弟喊过来，兄弟们，跟着我一起唱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，今日屠杀小鬼！叶哥，什么时候动手？别急，先让我试探一下裁判的尺度。我有功夫铁布衫，无惧任何身体对抗，谁敢对我动手，我能直接废了他。懂？你们在密谋什么呢？找时机废掉鬼岛国球员。孙哥，今天前半段你主攻，我帮你找状态。我？让我主攻？鬼岛国可不弱啊，足球亚洲排第1，你就不怕翻车？有我在，翻不了车。运转战役18碟，八嘎，又被过了！铲他，给我铲飞他！叶晨，好传！nice 啊，孙哥，牛批！孙太阳，这球打得猛！哈哈哈！我们龙国有叶晨和孙太阳双雄，谁人能敌？八个！比赛才刚开始，你们就让这群猪给踢进去了！嗨，是我的错，我没能防住龙国的叶成军。嗨，接下来我会重点关照叶成军，我会将他废掉。八个，你们2个是助力，细则命训，你上，给我废掉3号猪。嗨，主教练，我保证完美的完成任务，去吧。比赛刚开始就换人，哼，忍不住了吗？为了大日帝国，不知死活！第一个。但绝不是最后一个！我的腿，我的腿短了！八嘎呀了！这是黑哨，黑哨！八嘎，我抗议，这是黑哨！屠杀正式开始。鬼岛国球员开始耍阴招了，叶晨，你必须小心、小心再小心，他们的动作都是冲着你去的。放心，教练，我防着他们呢。冲着我来，要不是怕被裁判红牌罚下，
我一个人废掉他们全部都不是问题。你知道就好。高晓，道主教练，我在。回岛国想废掉我们核心球员，那我们就废掉他们的核心球员。看到那个戴面具的吗？宫本恒尚是鬼岛国防守核心，给我废掉他！嘿嘿，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。高晓！八嘎！该死的支那族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的，我犯规了。你们统统死了的！哎呦我操，鬼子找死呢！小鬼子，给爷死！叶晨，冷静！马队长，你拦我做什么？让我弄死这些小鬼子！你是球队主力，不能上。什么主力不主力？比赛可以输，打架绝对不能输！拦住叶晨，别让他上！叶晨，你冷静，让我上！凭什么让我冷静？自己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就凭我叫洋鞭炮！加我火气对冲！我根本忍不住！哈哈哈哈哈！杨哥，牛皮！叶晨，你别动，让我上去揍几拳！小鬼子找死！干场我叶晨！我们打小鬼子打鸡眼上！我去，高晓牛皮，高晓真男人！洋鞭炮太猛了吧！3秒8拳，直接 KO 小鬼子！什么洋鞭炮？要叫8拳神尊！8拳神尊，给我狠狠的揍死这群小鬼子！8强赛，龙国队和龟岛国队严重违规，现对两队进行处罚。13号高晓红牌罚下，禁赛2场。兄弟们加油！我功成身退。3号球员松田直树红牌罚下，禁赛2场。20号洋鞭炮红牌罚下。八嘎亚路！哈哈哈哈哈！没追加禁赛，爽！今天真的是打舒服了。8拳神尊牛皮。7号中田英寿红牌罚下。裁判，为什么给我红牌？为什么是龙国队的人先动手？判罚鬼岛国球员点球2次，龙国队球员点球2次。裁判各打50大板啊！不错，我龙国队不需要特权，只要不偏心就好。2次点球，这不是送我们龙国队进球吗？哈哈哈，判得好啊！8个亚伦，黑哨，该死的黑哨！裁判他太想整了国队了。现在开始执行点球，龙国率先执行点球，请执行点球的球员上前。系统，我要加点。我要兑换功夫。现阶段的我已经是足坛第1人了，名副其实的第1人。但谁会嫌弃自己更强呢？兑换越多的功夫，我就越强。毕竟从系统兑换的功夫不会自我冲突。兑换天魔神力需要消耗永久的兑换次数，包括以后的进球数。宿主是否兑换？兑换！恭喜宿主兑换天魔神力。天魔神力神魔功法能让宿主退凡成为
运转天魔神力，可将全身力量集中在一点。我靠，神魔功法能让我退凡，从凡人变成神魔，不愧是我花费数倍积分兑换的功法，太强大了！让我来执行点球。哈哈哈哈！之前马队长他们不让我打架，我心里憋着一口气呢。现在让我点球，我可得用出我全身的力气了。尼迪，不可能进球的，绝不可能！希望一会儿你还能继续站着和我说话。小鬼子，给我死！一脚将守门员轰飞，这叶晨这还是人类？小鬼子真是不自量力，居然敢用身体接叶晨的球！叶神的爆发力太恐怖了，谁能接下叶神的球？超级重炮手卡洛斯，哈哈哈！和叶晨一比，卡洛斯连个鸟枪都算不上。卡洛斯给叶晨提鞋都不配。我这一脚不会直接把小鬼子给踢死了吧？阿弥陀佛，我头顶冒出一道金光，看来是我的功德加一。我的快死了的，救我！没死，可惜了。还有一次点球，再来！我刚刚没过瘾。法嘎亚路，龙过欺人太甚，川口能化，逆上！嗨，朱九连，我的普星地，八嘎！你的大日帝国的战士怎么能害怕？川口能活，给我上！嗨，我大日帝国的战士！哟呵，还真有不怕死的。刚刚那一脚还不是我的极限，小鬼子，希望你能扛住我极限的一脚。这是来自神魔的一脚！我的大日帝国麻木啊！救我！哦，直接放弃防守了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射穿球网了！上帝降临球场了！今天叶晨就是上帝！我的天哪！叶晨这球究竟有多么可怕？世界无敌重把手！叶晨！可惜，真是可惜。上次点球我没助跑用出全力，这次点球守门员直接投降了。活下来了！我的活下来了！昂布利波波，叶晨，你的力量太恐怖了，球网都被你射穿了。嘿嘿，低调。叶晨太猛了，在你面前，卡洛斯算个屁！
我以为我在咱国内能排得上名号，跟你比，擦，我算什么呀？纯纯井底之蛙。运气，运气，我这真运气。叶琛，谦虚是好事，但太谦虚就不是好事了。那我不谦虚了，我叶琛，足坛第一人。不，我叶琛，足坛历史第一人。叶琛，鬼岛国队已经没有继续比赛的心了，你彻底摧毁他们的信心了。哦，那教练的意思是下来休息吧。这一场比赛赢定了，把机会让给没上过场的球员如何？完全没问题的，主教练。以我现在的实力和我在世界杯的表现，垃圾时间我不需要上场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半个月前的我了。现在的我说是足坛第一人，足坛历史第一人，毫不为过。我下场，比赛交给你们了。我当世无敌，已经不需要垃圾时间上场。孙太阳边路过掉3人，以及圆月弯刀射门成功，比赛时间所剩无几。让我们恭喜国足击败鬼岛国队，成功晋级8强。这是我国足球史上的奇迹，我们竟然一路杀进世界杯，杀进了世界8强！奇迹，完全是奇迹！我们完全没想到叶琛在世界杯突然爆发，成为世界级巨星，率领龙国队轻松晋级8强。之前还在幻想我们足足20年后能拿到一个世界杯冠军都不错了。没想到这个幻想要足足提前20年了，千万不要提前开香槟。8强以后，每个队伍都是无比强大，德国战车、5星巴西等，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了。希望米罗教练认真安排战术，叶琛积极训练，率队拿下总冠军。希望在2002年的今天，龙国队拿下世界杯冠军。恭喜龙国队以7比0击败鬼岛国队，晋级8强。他们下一轮对手是塞内加尔队，比赛时间为6月22日。屠杀，血腥的屠杀！国足干得漂亮，就要给我狠狠的屠杀鬼岛国队。8强，世界8强，我完全不敢相信国足居然能踢进8强。国足给我冲击4强，叶琛给我包揽所有奖项。国足太牛逼了！我要去现场看比赛，给他们庆祝，加油！8强，我就说国足不会辜负我们的。错过了国足的前面比赛，这一次绝对不能错过国足接下来的比赛了。走，我们去现场给国足加油，一定要亲眼见证国足进4强。我的目标是和叶琛合照，我一定要得到叶琛的亲笔签名，来自足坛第一人的亲笔签名。都停一下，停下来！4天后对战塞内加尔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击败他们，晋级4强？有！好，其他人继续训练。叶琛、孙太阳，你们跟我来。有你们2人在，我们下一个对手不足为惧。但如果想要冲击世界季军，甚至想要夺冠，最后2个对手才是最重要的，他们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教练分析的没错，米路教练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前世02年世界杯决赛就是巴西队踢德国队。针对巴西队和德国队，教练，你有什么战术安排吗？战术安排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战术起不到一点作用。教练，那我们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足球踢到最后，踢的全是巨星球，我们最后能走到哪里，全看你们2人的发挥了。从现在开始到半决赛，我将对你们进行短期特训，强化你们的单项能力。叶琛，你的力量太恐怖了，我每次接你的球都心惊胆战的。孙哥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我都没用全力，这么疼，脚不会扭伤了吧？让我看看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接我球接多了，给你按摩按摩就好了。你真是变态！魔鬼，叶琛是魔鬼，该死的，他为什么没有一丁点的弱点？亲爱的教练，您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，和龙国队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您要不先休息一下吧？休息？不！如果研究不出来如何制止这个魔鬼，我是不会休息的。上帝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如此恐怖的魔鬼？
他是一个超级重炮手，射程超过50米，能在中场发起恐怖的超级世界波进攻。他还是一个极度恐怖的边锋，盘带能力堪比外星人罗纳尔多。球到他的手中，只有进球这个结果。至于让他点球 ，Oh my God！ 让他点球更是给龙国队送分。击败龙国的唯一办法，那就是禁止叶晨上场。但这怎么可能？孩子们，我们历经多次厮杀，成功的进入8强，这样的成绩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今天我们的对手是龙国队。孩子们，足球是多人运动，是一个团体运动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龙国队他们未必能击败我们。干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比赛还没开始，都给我回去！是不是想挨打？都给我回去！快点回去！哦，上帝，你别激动，我没有任何恶意。小孙，他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他说他没有恶意。孙哥，你问问他要做什么。上帝今天降临在这个球员，就在我对面。我是上帝虔诚的信徒，也是叶晨忠实的球迷。我们想和叶晨击掌，交换球衣。他说他们是叶晨的球迷，想要和叶晨击掌。叶晨的球迷想和叶晨击掌，闹呢？他们可是世界顶级球员，怎么可能是叶晨的球迷？这些家伙该不会学了孙子兵法，玩一手调虎离山吧？叶晨，拒绝吧，我总感觉他们是想对你动手。没事，马队长孙哥，让他们过来。我叶晨别的不行，打架绝对猛的一批。行，你小心，放心，我们就站在你身边，敢动手揍死他们。真击掌啊，真球迷啊！叶晨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们的对手竟然成为了你的球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叶晨，我也是你对手，你和我击掌一下！哎呦，你们两个也嘲笑我啊！比赛结束，换个球衣啊！叶哥，给我搞点签名啊！滚！比赛马上都开始了，我们的目标是总冠军，拿下总冠军，啥都好说。距离世界杯比赛结束只剩下3场比赛了，距离拿下2002年世界杯冠军已经不远了。叶晨，你今天的状态不太对劲儿啊，怎么感觉有点无精打采的？状态不对，那是因为我根本没运转功夫和塞内加尔踢。教练，塞内加尔队实力不算太强，我保存体力，辅助其他队员比赛。辅助？保存体力可以，但辅助没必要。很有必要的，主教练。足球是团队运动，比赛不能靠我一个人。后世国足臭名远扬，人人喊骂，更是有海参队的羞辱外。现在在国足球员是龙国队最强的球员，他们是国足最后的男人。我作为国足的一员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你这个觉悟不错，这一场比赛你按照你的节奏来踢。是，主教练。我不介意帮助国足培养实力和自信。叶琛，先休息，如果情况不对，我再换你上场。哦，球场的上帝，能和你聊聊吗？你是塞内加尔队的主教练？对，我是塞内加尔的主教练。球场的上帝，有没有兴趣踢法甲？踢什么？法甲？我靠，这什么跟什么情况啊？我不是在踢世界杯吗？怎么对手教练问我踢不踢法甲？对，法甲。叶琛，我了解过你，你原本是龙国队的替补，没踢过任何顶尖联赛。法甲是5大联赛之一，你若有想法，和我联系。你还调查过我？没有任何一个主教练会漏掉你这样的顶级巨星。球场上帝，法甲欢迎你，条件你随便开。
怎么样？有想法吗？老伙计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米卢，塞尔维亚可没有什么好的球队。哼，老伙计，你觉得一个主教练会缺人脉吗？叶晨是我带出来的，以后的路我会和叶晨商量的。球场上帝，你可以考虑考虑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叶晨，你是什么想法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现阶段我的任务是夺冠。4强，我们是世界4强！没想到，完全没想到，我们居然一路走到了4强。这一路走来，全靠叶晨。如果没有叶晨，我们估计止步在8强了。什么叫估计止步8强？别太高估自己了，是一个球都进不去好吗？是啊，全靠叶晨。叶晨以一己之力提高了国足的上限。下一场比赛对战5星巴西，这是我们最为艰难的一战。大家拿出自己最强的一面来！龙国队打4-2-3-1战术，他们的核心球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叶晨。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打4-2-3-1战术，罗纳尔多，我把你调整到中场，你的目标就是缠住叶晨，给我死死的缠住他。OK， 主教练，我想看看我这个外星人和球场上帝差距有多大。卡洛斯、卡佛，你们两个搭档后场，对手是龙国队的孙太阳和杨鞭炮。孙太阳勉强算得上是世界级球员，卡洛斯，你给我踢爆他，给我狠狠的将他屁股踢爆。叶晨，我承认我不是他对手，但孙太阳，哼，我可是世界超级重炮手，如果不能踢爆孙太阳，我死后下地狱。很好，卡佛，你的队是洋鞭炮。洋鞭炮没听说过，实力如何？很弱，还不如青训队球员，说是业余一点都不为过。哈哈哈哈！教练，这个人就交给我了，看我爆了他！国足已经杀进世界4强了，男篮距离4强还有多远？我一定要努力训练，追随国足的步伐，冲击世界4强。哦，叶晨，别人都尊称你为球场上帝。你踢中场？地球人或许会怕球场上帝，但外星人不会。4-3-2-1战术，你们巴西队竟然和我们选择用一样的战术。今年世界杯冠军是我们巴西队的5星巴西横扫世界杯，不是我们龙国的。龙国功夫横扫世界杯，完犊子了，完犊子了！巴西队战术和龙国队战术一模一样，龙国走不远了。我就知道我们绝对不是5星巴西的对手，今年世界杯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希望巴西队下手轻一些，别踢一个7-0出来。相信叶哥，相信国足，他们能杀出来的。国足加油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夺下世界杯奖杯！罗纳尔多，你今天将会遇到全胜的我，希望比赛结束，你还能站着说话。外星人楼纳尔多，听闻你的第一步非常快，不知道我的第一步有没有你快？比我快又如何？巴西队像我这样的球员还有2个，你们龙国呢？除了你还有谁？有我一人足够了。他的速度和爆发力比上一次更加恐怖。这就是5星巴西，足坛历史最强球队。球场上帝，我管你是什么，给我下来！5星巴西不足为惧。希望你接下来能挡得住我们的攻势。我说了，胜利是属于我们巴西队的。5星巴西，闪耀世界！龙国功夫，横扫一切！
叶晨，下场休息一下。不，我不能下场。龙国队目前全靠我一个人撑着，我一旦下场，局势休息怎么能行？你全场快跑，体力支撑不了太久。主教练，我没事的，我能打满全场。硬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龙国队全靠叶晨一个人，其他的球员和巴西队的球员差距肉眼可见。是啊，本以为孙太阳能勉强和卡洛斯抗衡一下，但目前看来，孙太阳和卡洛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这也看得出来我们龙国队和世界顶尖球队的差距。今年我们表现得非常好，只要正视差距，以后我们是完全有机会拿下世界冠军的。今年龙国队已经创造奇迹了，不知道接下来还是否有奇迹发生？我和世界顶级球员之间的差距这么大的吗？再来，今天我就是死，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。小子，别费力气了。龙国队除了叶晨都是垃圾。超级重磅手又如何？今天这一场比赛，我们龙国赢定了。那就试试看。洋鞭炮传给叶晨，滚开！这球是老子的，拦住他们！这球绝对不能让他们传给叶晨。洋鞭炮，你受伤了。杨哥，伤势如何？问题大不大？我没事，别管我，比赛重要。叶晨，龙国队今天就靠你了，一定要拿下比赛啊！既然你们这么相信我，我必定可以拿下比赛。龙国队必胜！我必须射进！进了！进了！打平了！我说了，今天龙国队必胜！今天龙国队谁都不能把胜利带走。我外星人说到做到。叶晨，今天的我不是主攻手，主攻手是李铁角，好手，太漂亮了！一直跟我不对付的李铁角，竟然用命防下这一球，这还是日后贪腐的李铁角吗？反击！反击！叶晨，你别愣着，反击啊！虽然我对李天角很不喜欢，但这一次他是英雄。国足所有人都在为了胜利去拼命，我不能辜负了他们。
铲他！给我铲掉他！千万不能让他射门！拦我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叶晨，世界足坛第一人，谁能拦得住我？进了，真的进了！叶晨他真的做到了，率领国足以4比3击败了巴西队，晋级总决赛！进了，这就是龙国体育精神，全力以赴，绝不放弃！绝杀！绝杀！叶晨最后时候完成绝杀！蛟龙绕柱，中场附近的蛟龙绕柱，叶晨这一球太猛了！我们竟然击败了5星巴西，这简直太玄幻了！龙国必胜，今年的大力神杯是我们的了！猛，太猛了！国足居然杀进决赛了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！国足今年的表现简直就是奇迹啊！我愿意称国足为第9大奇迹！国足一路走来真不容易，希望国足能击败德国，捧起大力神杯！洋鞭炮、李铁脚，你们的伤势感觉如何？伤势不太重，但决赛肯定上不了。我也一样。叶晨，决赛就靠你了。这可说不准，万一你能上场呢？嘿，距离决赛就剩下3天的时间了，我这脚伤3天怎么可能好？叶晨，之前是我对你有偏见，对不起。这算什么偏见？大家都是为了赢球。上场比赛最后，如果不是你用命守下了卡洛斯的进攻，能不能赢下巴西还是问题。下一场比赛是德国队，德国队今年没有巴西队强，你们2个好好养病，只要能上场，今年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了。叶晨，你放心，我下一场比赛绝对可以上场。这也许是我此生唯一一次世界杯决赛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为龙国队奉献我的一切。哈哈哈哈哈！必须的，我们兄弟一起拿下总冠军！主教练，我能上场，我已经痊愈了，真的。哈哈哈，主教练，你就让洋鞭炮上场吧，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行，洋鞭炮你继续首发，如果状态不对就立刻下来，听到没？放心吧，主教练，我绝对没问题的。李挺脚，你呢？你的伤势如何？我感觉我的伤势差不多了，但保险起见，我先下场休息。好，你先下场休息，如果情况不妙，我让你上场。龙国队竟然这么弱，他们是怎么击败巴西队进入决赛的？哈哈哈！妈的，等会儿你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进入决赛的。我不会知道的，因为你连一个我们国家的业余球员都比不上。哈哈，给我传球！今天让我来教训一下这个龙国的球场黑洞。洋鞭炮啥情况？怎么被对面生吃了？洋鞭炮伤势还没好吧？主教练，把洋鞭炮换下来，他是球场黑洞。杨哥，你伤势初愈，先休息一下，让我来防守杨克尔。叶晨，这人就交给你了。欺负一个带伤出战的人有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喜欢生吃吗？来生吃我！球场上帝，该死，你不是在中场吗？怎么来边路了？怕了？来，杨克尔，来生吃我！哼，球场上帝，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，不是1个人的运动。你再强，也不可能1踢11。
该死的德国队，他们一直在针对我们最薄弱的点，根本不给我任何进攻的机会。别急，上半场是德国队开球，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，下半场是我们开球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叶晨，我帮你分担一部分压力，你有机会就射门，不能一直被德国队压着打。最好的防守是进攻，我们国足路走到这里太不容易了。2002年世界杯总冠军，我必须拿下！叶晨，这球高了，高了一些，刚刚好。进攻！进攻！给我进攻！只有进攻才能击败龙国队！进攻，孙哥，进攻！球场上帝也别想从我这射门！铲他！给我铲伤他！龙国队只有他有威胁，我们锁死他！好球！哎呦，可惜了，孙太阳这球被拦下了，要不然龙国队就完成反超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时间所剩无多，这是国足最后的希望了。叶晨，又是叶晨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，他连续2次抢断，将国足从深渊中拉出来。时间所剩无多了，叶晨，他能否踢进最后一球，拿下世界杯冠军？这是龙国最后一次进攻机会。孙太阳一脚长传找到了狂奔的叶晨。加油！进了，打进了！叶晨再现蛟龙绕柱，率领龙国以2比1击败德国队，拿下世界杯冠军！冠军，我们是冠军，我们龙国是世界杯冠军！哈哈哈哈！大力神杯，叶晨是大力神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是大力神杯！我们是冠军！哈哈，叶晨，你知道吗？我仿佛在做梦。做梦？我何尝不是在做梦？我国足替补，居然率领国足拿下了2002年世界杯冠军。叶晨，你说下一届世界杯还是我们的？对，下一届、下下届，甚至下下下一届世界杯冠军都是我们的。欢迎我们的英雄归来！叶晨，叶晨，你太厉害了！龙国世界冠军，国足太帅了！我要嫁给你们生猴子！开启下一站征程喽！